是盘那瓜就是画画。是嘞，这去了人家去放让么啥了喂？我这点人家对了，去么我预做呗。路票别啦，一时间这去了呗，我比人家去让么啥了啥话不？我第二是让么这个我啥话他，你啥名多少多我是来看嘛啊？天我不如被错拍个多名讲，个么事是弟弟做么事啊？我明年4个月头办我啊，是么啊喏？这领导苦说的，我3月的就一手又在讲啊，这次边呢是话我和的母女苦了出是的嘛，我不晓，这都过下很吃苦的，我们秘书6个呢，他们怕我的话拉他，我可以去多嘛啊，那你听嘛我做掉了，我讲我怕我怎么嘛嘞啊，我听嘛我做掉了，但我怕有时候我怕他们的很太没了光啊，要你把那个的啊，但看那边的话就一。一次理科吧，的话，苦了说啊，妈咪说那个呢，苦说理科上面但一说的个的话，拿票不多，拿票嘛呢，20不多拿票嘛啊，我不乱的干伢啥了，的，农民我伢所有个不行啊，提笔的嘛可以是，农民们话阿里下嘛过，对伢他们家的话下东啊不今年，这里乱那个生意他们别了啊，那实话我啥了不么？你们你这边啦，我把皮里么和听你那做，没什么，我和苦了说话数字都做的，他说苦了说，我怕那苦的你说呢提苦关键苦了说我没怕，这里苦呀，他苦说我怕的苦是呢数字都一样哦，这年我呢数字多和他说苦了说我怕皮里么和1年听那就10那啊。听那马扎了我，可不么啊？可是2个米，那马把它支付来喏，我那数字多来马扎了嘛？肯定过10多我，可能说个对别发了我啊！那马把皮里么和我那边呢？马把那个听我话，马没咋个来不是？我呢我知我历史啊，这呢出来了来的咋管啊不是？马没说了说的不要出马的，马没可怎么管啊？我讲嘛个，我不是你们条别了呢，我对人家出门呢可么中啊？我吃苦个不苦叫么呀？那你知我的什么做法啊？我一到嘛我家了，另外我做个多啊，我在是可以行呀。我的外面对方面呀，出来些没面的咋啊？我知道我哪里咋家边嘛，哪里家边嘛，我们的么的，怎么一说实话我没听你只有你说，这个边嘛都错的，我服了我，听我的嘛，过来呢以后话，侬话为啥我嘞我的听我个是。侬的嘛个呢嘛，听话呗，拒绝呗，就看侬的个，侬估计是来我们没了那么没那个付出那么听话喽。我来呢，侬呗礼拜呢，侬提是2嘛像你个，我来侬的听话个嘛一拒绝呗，听话阿记得付出嘛个呗，以后话侬为啥的做不是？侬是的是了子我来呢也是来不那错没错也来，我来是侬话去跑步，以后话为啥侬话的个咱妈妈里边这边变也嘛没那个错学错了是侬话呢话年嘛灭了我，也是来不那的以后话若为啥呢？提地里嘛以后话喽，我来是侬话呢提你嘛2外面，提个面2外面，提在你2外面，以后话侬话为啥的你那个喽？你我嘞，提话过边侬话的别个嘛别去呢，侬话你嘛过的子，别去提嘛提面嘛呢，侬话嘞侬话是女部的一直嘛个那个喽，侬先过你那的天外面。这个是的天外面，一大的天外面，多拉天外面，别去听嘛，咋的那个喽？这里都因那么侬来拍过，错的是都因那么侬吃过，乐的那个喽？侬先过嘛，噶去都一块呗，侬路票噶去过面，没得那个喽？哇，苦了，我少安那不么？你们是把黑你话去faire嘛？是怕下来嘛？像你就几个我侬帮你苦了出话点你，侬得修个点我，侬别个和我侬说你想我侬得嘛咋子你是你个嘞，也是没关做点我，就是皮老子。是啊，话我
是下头哇，你们为啥别搞着下个的什么呢？为啥头啊错嘞？别嘛，妈咪无对呀，对的妈妈啊。阿米话瓜，如果为啥头啊错那么是下头啊，阿米别到喽。我连阿米是做为啥头啊错嘛？我连阿米你们呢？下个的什么呢？头啊错了合作，错九合作，错木合作嘛不都？啥历史啊？说为啥头啊错那么啥历史？啥历科啊？说下个了，肯定是喽。我们家是啊喽。我啥头啊？从那么一屋提进哦，别家从黑苦瓜边屋都那干啊，别嘛推的高做下个了，肯定是啊。是啊，话了不？生年就跑不来不那么头，我也推了别吧。过一下了那么我别家侬看到这个，侬这个呢？侬提醒老错这个，侬提再老错，提卡老错这个。我跟人家安排提嘛这个，我跟人家路配提嘛这个，我跟人家提么啊，太没提么这个，我听呢，过他妈哈拉达喽。哎，说可生活里面说，阿妹嘛人家可妙啊喏，哎，但你往啊说，就是这啥，可对你个我别人，我那在啥可妙我人家没慌啊，我拖啥个，人家楼带楼呀么，我那么听你啥哩年么的语言说话哦，啊妙话话人家没话啊，啊他啊什么啊，别的呢，没啊没，我啥的什么生啊没，没了你听你听我活来可那么一讲啊不是，如生活阿西安。啊，现在他妈吃怪咱们活来看他妈啊，谁家嘛他妈别么说，侬啊可没点什么，对你点什么？我俩啊呵，你们说为啥人呢不？听你为啥就话从那么有提示呢？阿里怪比无组装啊，不是？很苦挂做无组装啊，对不对？我们不都你们说即使是啊，很苦他妈呢？为啥就我的错那么无度那么呢？做很苦挂比俺了不是？我年很苦，他妈伢这边伢子我贴白家啊，说话我永远的白家，啊我很苦，我边伢很失败，很失嘛嘛，就算很苦，可么事也，啊，我们不懂你们热来没来的可得白一说，啊我就说是啊，我很苦，怪比我多我白的呢，啊我很苦，他妈得那么一斤呢，我啥时候在抽我个哒，我啥拿出来接点个事了，或者不，你白一时节的米嘛个米去点嘞，拿出他妈的你我接个那呢，我呢。这两天啊，这别是，从八号夜里边，哎他妈呀，我慌啊喽，我多啊喽，一哭肉了，是的话我听你的话，那么我啥听话呢？有的是呢，听你的话，很苦瓜比我多那干啊，不是？我们不都，你们说，就是啊，很困难话，听你的话嘛，我们不都我啥听话的，嘛一比嘞，一嘛比，他配来可叫。最他一般也叫像做他花白花叫，他妈呀，我啥听我忙啊？我们不多生啊喽，他多白我白呢，因为提示我白的呢，啊，我嘛花个时代可太白了，热来没来的可太白了，俺家没吃嘛，对白我没怕，你是把我白了吧？没吃嘛白我怎么样？你是把事俺你是嘛事嘛？你是把你是嘛就是很太的可白了，啊，你们说就是啊，很可得嘛呢？我马上的是学校嘛啊，那天呢，天说的了，天背一下，天背，啊天丢豆腐一下，丢豆腐，啊天那边天狗带了，听嘛忙啊，听了忙啊，你们我们不都说，听个话呗啊，我太没历史了嘛讲，嘛跑我那米咕了不是，我那跑我昨天米嘛咕了，米嘛做多大啊，我听那你是，一嘛那边米咕了呗，一那边我那米做了呗，我老从那边不敢也叫回去。呀，你话你来，可没我那米做啊？为大话大叫，啊，咱2、3年还把他妈你过啥过个了？啊，我那米咕了么做一说话不？米咕了嘛什么咕了么当啊？我嘛是的米咕了么做？你们咕了么么？是的，你们咕了啊说话不？那你们若很多话我都在死做的是往啊，不是？咱们来没来不？很嘛就是没吃怕了啊，没吃嘛了啊。那很嘛话没算那年什么吃？很话没算人死做的指望啊，不是？很可得嘛呢？死嘛做，嘛死做的啊，他不呢？可楼都装啊！你们喏，把这米家说和我这米那个啊，可是来米的嘛？米啊他妈一模一样，我都干嘛就错都干嘛的嘛一样喏？错都，我特别我错多嘛，因我多也是错多样，我多嘛的是你这次连我不我多一样那个啊？听嘞米路嘛个听4来块钱，啊听你们说很多瓜。做我多那么呀？很死吧，很死嘛，死嘛，啊点死做的知道是？我那历史太没历史我也知道，很死嘛话嘛做我边呀提示不是？语言嘛做边提苦了不是？啊，昨天嘛提示我很死嘛话嘛做的吧？那还啥二货啥嘛啥嘛啥二货啊？
还没得快也没得落了过嘛。那你们说技术是不呢？对嘛啊？而且说始祖的那么呀，李子庄啊不是？啥李子庄啊不是？啥李子庄？还是把始祖嘛？对就学来过啊不是？把我们学来过啊不是？哎，对就嘛学来过，那他脱了过嘿啊？你妈的嘛我们讲，还有就直觉买的学来过的子，还有就直觉嘛学来过啊？各国就是啊，很可年纪嘛大是话不？啊，因为他妈呀，对就学来过子，你妈他妈呢，还有就直觉他妈学来过的子啊，什么他妈呢，对着就还得学来过的子啊，对着就我们说他妈，俺朋友说他妈呢，啥课嘛过别了看我，俺朋友讲嘛听你那句话了，米是把我也过来几个么事啊，那对你米嘛学来过，这个啦，莫罗黑死怕黑死嘛，死么了个呢？然后呢莫罗米也，然后呢啥课米呀，没办法，可能都做什么，是我做，莫罗啊嘛莫来课。啥块没了个没去了，对吧？我他妈出来了，干嘛家听多也做么什么吧？我别说做么生啊！你妈老从了，还是把人家天子来实质人民用啊，还是么样第四台来一打啊，来一打，啊再一是把人我理解吧，就么样啊，说啥几百台都有，天天没了个。你别他妈去了这么做，他妈对局嘛，学来过人家去了都装啊不是？那人家那比我跟我干出来过，那个对局嘛，学嘛不多，我啥？去我他妈和一马比的个了，我处理过不是啦，是啊，话不啊，给你始祖的真啊，咱们那始祖的嘛，另外特别啊，而且我们这题生活白天呀，对着就看的，学了过子，一课俺们一次班俺们一课班没法，一次一课俺还带我来课里子不是，我实话我那么说，我什么就我你自己过个那个带两块嘛么子，一课俺们可走来课里呢，嘛还是话不，还是不？我说嘛，看嘛嘛，我对江州那里边去下来，一哭哈，给他走了，可是从把屋面，给他屋里走，让没屋面，给他屋里走，摸了他妈的来到边去了都做实话不？我不都他妈呢？阿拉边哈，你们我面人家出来的面你听马个家边我，我估计我的马家那里个边，上年生我那个和那么出来的个，啊。在你妈的边呢，如你身体做过点我边的呢，我3年了后嘛，花么和。有你不是？我3年了嘛，或者你是个头个那为啥？之前没怕上面来边咋个了？没怕到外来边咋个了？他以为是的嘛？如可能说你老子如去做过这个呢？我上面叫来边咋你啊？老咋个咋你随便个咋你啊？打老个咋你？没西白个的，可拉个都比个他以为是实话不？我啥如去做过的呀？我3年了可点脱实话不？俺们咱那一对着你嘛，俺个路虎俺边对着你。听他的话说，你们也做过的事的嘛？为啥的？个马拍的，个米子拍的，个就。听嘛，我为啥听我一嘛别啥我说，平时嘛很苦，都跟俺们去了都装啊，不是？为啥个穿嘛没做的，干点嘛干啦，不是？啊，可有讲啊是话不？人家我学没些改变，如何还的这个可有讲啊？你们可能说，我他妈现你们家对了，干嘛做？我让么人家我的看我从把我的看，一都把这个脱了，师傅你来拍咋个？俺妈妈俺我天着我不到20秒听我俺们家嘛我听我讲给你，有我听我讲给你，我怕我们来拍咱你上，我怕没事讲，我怕上我以后一招呼，第一招呼我那副瓜子点完没事，他就是那副瓜点18招我怕过吗？我没怕，那就俺那副瓜，你知道人家我干嘛我今天嘛那老妈哭了嘛的知道，看老夫了嘛的知道呢，我别去。啊，这他妈没什么来也就来哭，给你我3米就实话我，他们家我3个10万我3里我错不是，他们家说黑嘛我花的时候错到嘛，啊，谁说嘛？啊，面做的嘛实话，怕今年还把嘛什么都做啊，是吧？给你啊，看嘛的嘛啥么呀？说黑嘛花个时间，啊是有些都就学来过的字，直觉学来过字，对着就还得学来过的字，一哭哈可他走来过的字，这的生活边呢，我3个10万错把了这我3里哇。错的个把了没我啥的更把了，我嘛怕我一说的，嘛怕我一说别人的苦，啥嘛怕一个，我这过来，看着从看我家嘛怕嘛就是电信老做的嘛来拍照，因为提前咋个嘛实话我，明早怕我可以找我，咋个呢还把错嘛人里边，我这过来台就嘛怕，怎么怕嘛就是讲兵啊，明早怕我来拍照过是挺慢的说，呀一直哈到嘛怕我被发生我得有。那就来拍咋个嘞？喂，好了，我后面来拍咋么这个个多么名字个么就我为提这个么和啊？那实话，面话我你们若苦了错我死了不？技术死了不？我产品家我都是民族的，因为是苦了错米就我和面话我
民族时代个我拍的个无时代个叫咯，是写写嘛表。很比如说土边我们家弄啊，很土国点么家是写写的，能土不是？也打过后嘛什么下他个例子不是？如历史我对你干嘛办？没拍到做一小话不？啊，我嘛不懂你们若历史外面日式话话过的我也日式别啦，马哈历史学结果。火起来可你还把你什么个嘞？屋里调老师调了，我们讲嘛，我啥的没事说，我连俺们你们说我啥的，我啥里呢？我爹说我啥人呢不呢？若很多我爹俺们我啥个西瓜，得点一组的字，嘛俺呀错妈妈个啦，我连你他妈呀我啥条啊？很嘛就是瓜嘛就是来白个嘛，啊，你妈的嘛，很多挂住了，实话不？很多挂住的，刚才伢子历史伢特别结巴。说白了呢，很苦光十足，特别我，因他50来我，这里面我呢，说白了很苦光十足，别说俺们啊，私下多做么做的嘛？一副手托一对牛别做些，我连俺们如说白了很来呗，我能说白了服了，啊，说白了很呗咋么呗，为啥么？说白了很记得么多怎么，刚才记得么多刚才别去，你们说比我别讲我的么呢？我很什么的活得来呢？很苦技术，我说白了呢，很什么就是。因他50我，因他50俺也很苦啊，那比较么做，哎不啊，可嘛，很苦啊，可一这么的要啊，可么花够了。始终我做什么的意思，啊都分不做，我那我做，可是啊都分不做呗，看好分不做呗，有什么的就我做我没怕，那为了体现就我一样，我怕他没了下面我的啊，这是哪也没拿来，父我做，若很是把就是若很快做都复杂是始终我做没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啥都没管的呗。妈，若很苦，就是把人热都没做么偏着光人，你什么来结果下铺吃的吃呢？你下铺一头我呢？他妈也一嘛做不是？我3年做的计划，跟他们呀，很苦，他妈我光是那么做的计划，怕比哥人家弄花给他计划是，那只苦啊，只给了我。差不多嘛做吧，你什么米人家弄拉大块的嘛，付8个包掉，落个嘛，啊对，什么5票5都，这么做吧，落个家年龄个呢？那没什么弄，我没那么就200块的几老五呀？人家200块一点位置一铺户子，你们说这不他妈一么做吗？说把师傅，啊什么做知道这个？听嘛啊，你们私下多半么呢？若人还绿波嘛，伊那看看，很估计说白你，我对人一到过来俺们，怎么的一坏点子？听嘛我啥听话听嘛做，私下多买的呗，若说把人家弄些什么的伢的呗？你女没事，你女嘛，那我他妈你那边飘啥呢呗？你什么玩的你来来，俺们我别家，咋家？我下面做坏，后面做吃。你叫我那个？你什么个嘛都不用个？你什么我父俺们姐我俺们话题几老位，我话题几老位家付你嘛个？他妈我你呢嘛？嘛俺你呢了，别么样说说，那个私下头啊，也就么样，天你嘛提过的提下来，你不是？我来别说话我一点嘛，俺没说这个问题说呗。我什么你们我是的不去练嘛？我怕的呗，没就带嘛。因你妈的做个嘛一嘛巴拉些，你们我是一笔去，我是我带用。我提什么样啊？俺没说这个问题是啥别嘛个？俺没说，话题你我呗，你们你自己可多啊？来别咋听你我呗，我都是年龄啊。不去练嘛，你们我是啊？怎么样？我和米丢一点个那么一名啊呗，我名。这里送下来呗，都呗，没办。哎，大家给我们。不吃个吃，哎呀，嘛过去，他妈一来拍一个没，咱我不吃，我娘们学嘛漂亮哇，啊，但我点么一个，这话一个不吃了嘛，你今天对人挂上我呗，啊，你挂上没学挂上我呗呢，啊，没啥多，我怕死个咱们别谈，他可点浪哇，一点可点嘛别是，我怕他米咱们别谈，一点可点浪哇说把米开了，说他妈干嘛发喽，啊，把别是，我怕啥么也很什么别的呀，对吗？我怕啥么也很什么的可点嘛别嘛，我怕啥么也的可点别我嘛。没把吃很什么别的呢？没把吃米可点老实，如错把米可点老实，我们不都吃了花了不？如错把不，很什么的过时了别嘛呢？啥嘛啊？说那我的妈，你呢？很什么的你呢？得么得？不，我偏无意。而且我不觉得他理，如理管嘛，就是他理什么个？你记得我很快我可以要么呢？我偏见嘛，我以后嘛，啊，那么俺家说也是，我偏见我很什么讲了嘛，我怎么打嘛啊？我那么的没票了去。我偏讲嘛，这条个我根本没得，你啥小子好吗？那个什么样？哦，我什么跌到啊？啊，
你拿了票出来嘛？呀，那个怎么也不去怎么样？你什么我太整个电话他们。我们驾照表嘛呀，听到嘛？啥个驾照表？那驾照的讲我，再加了加我票，加了加也写了写，啊，你也可以想我，个怎么也电我？若说保险什么电嘛是吧？哎，那干嘛吃了你电我？那就好，你那里吧，那跟侬嘛这个喜欢拿出嘛侬？啊，棉花瓜。若没花个大些年啊，多几讲啊，不是你们若做85啊85，若很苦瓜他们讲我啥就我没花，若很什么的你人家买回来点呗，俺面里边他们讲我花我没花我多没白个的，买回来若没白个，若没买回来来不咋地嘛？你看我小个身体弄，啊今天我弄，啊什么弄？个大多有么用啊？我啥米家我错啥米家我可了错米家我死了我啥米家我呀我你让我啊你个两米让我死我吃，啊是死了，咱们我在下班了米家我是他妈对你这一个，死我吃太白给死话不？啥话子别人个为是他妈对你交易，你们他妈讲无啥头啊？的没货吗？干是不是？你们说做85啊85，他妈说那是一来，怎样干嘛？若说把我的体检，你快光什么或干嘛这些你这些干嘛你妈他妈做，干嘛呀你自己就在那地方我说话不？我当了一会把他们那都做，一咱们我阿里我就来咱们没花个大意，没跑不是因为的，我呀你自己这他们够那么就在当啊，没放咱家没的，啊是不的咱们面临我们不多的啊，够那么呀一面过后够那么放到，他老板那么呀够那么的放到个这个我说。老如何去可以更那么的也是啊，签到价和去买价了呗，去买价和滚铁价了呗，啊，他把地价和我们价呗，来调我们来调呗。啊，棉花话说，你什么的价格那么说，你是把我家价格大个不是？啊是啊，是把一数字的价格那么，他们嘛价格大，啊，所以他们把什么呗？53年说最价格那么价格大，说呢，你可90年是啊，你我这90年是拍是跌大不那个，啊，这10年说呢，价格那么就做。啊，他们就在那个，你什么的搞个那么说不来，啊，他们做，可是别了哪里也是多啊，我怕你也可是别了阿里也做不能可是说，来是个俺们那干子，你什么干没事来干我那呢，可是别了做你什么干，不是你别说干，人家我你别说人家，我小我个啊小我个10我个你什么忙俺们人家，我们去骂人家怎么来的？你什么人家10他妈的嘛五个，不去10了嘛五个。阿里边就是呀，阿里边，我才理我的嘛，那你别说他五个嘛，别人嘛跑不来没五个，叫你别说，我说你什么那个五个嘛，一来是个别人什么嘛够了，干了。因为呢，一生一百可是8来块来，可是我来是8来块来别人家，我把什么样嘛那个，我名字嘛的，我也讲我把单位的，你什么来没五个，妈妈我做可是了说，啊嘎。那咱们我那很18来说，出牌出来说嘛，别人53来说别人很18来说5个那么我做可是的，土里面面的别嘛，土里来他别嘛做半米都屁股了，是的话不？对呢，啊面话我说很什么的可是别了，很什么挺可怜我在家个在呢，我没啥在你后呢，我怕那我说你是我怕我，咱们他妈别忙啊，我忙啊，一在你现在来阿妈米的个阿妈一种个。做8的做8吧，可怎么做？比如说我什么来买嘛？我在你那到我买那个我在你妈和他打我打，在你那我吃皮啊，如意中的给他了，如意10的给他了，也10秒妈给他了，是的话不给我吃了面比钱都多少？如白没事，过来你的过不来哦，那我俩在你听苗晚上个那你没吃过吃个过那你在家个在那你你什么啊？听过六我一嘛做嘛呢，带个两啊，你们可是人家我偏没面的在家是那点点我最终别做，那都做你什么吧？啊，你一喊六家个，说喊六家个就是呢，我3年喊六嘛六家个，10年10年我啊，这块做真的可嘛？啊，没什么问题，做么多俺的表演个嘛，俺的别处理嘛，个来就不来事情嘛，这就这块做人家不讲，什么要过点什么我说话我你们就讲。你们说就是4不一做嘛，个来可能嘛，怕比一大不是？咱们来讲，说把怕讲，我说把15秒啊，咱们来讲，若很什么有什么呢？啊里边，里边咋的里边？很什么有什么里边？很是把点土不是？很什么的呢？很是把点呢？你那土家个，
来拍嘛，这台来过来管那，你是吧的？阿哥阿姨哦，说那没事，阿姨哦，不然啊，你是吧？来拍这个过年来块，我一走，拍女生一走不行啊，一走，报告。你们那可大家来拍嘛，这台啊，也是把那方面来块，阿哥我还是嘛，可哈嘛去，阿面是做个问题是白个。你们我是来拍嘛，这台我来微微可是，我一妈妈我从我丈母从我带着进来看，你们我是微微可就是，阿哥可别了嘛，大着微微可讲好。问你什么呢？啊，我来拍嘛，这台哎呦，阿哥。我爱来见面，我见我，我跟那个见我，是偏七个没见我，狮子别个没见我，木谷别个没见我，木谷毛表是偏毛起来的嘞，一直跑。我把毛特别嘛特别耶，你跑毛特别的是，他们是一直白嘛面，一直白嘛那么哈白忙上了，人家的白啊，我干嘛的没是人家的白，很是跑嘛白人家的白。很是跑标个，妈妈很是跑标子，你别说礼拜个，那有么别，那么昨天礼拜个，那么回来不嘛回来等下礼拜个，那回来面那一跑，跑一跑 OK，带个嘛那把你忘说的你毛别嘛，姑别嘛我带子的，我那么做，你嘛做跑么昨天礼拜个，礼拜，别把地跑，吃骨跑呗。是铁仔老师也老师，我们吃饭过吃过饭，有什么吃过块？是了，铁仔老师说hình式把马来吃过块过，面苦块过，一直块过，人家说hình式把说hình式把，哎呦，没什么木个不要个嘛，并且那个多的就是有网红嘛。昨天嘛过来嘛到喽，嗨啊，人家面花人家我吃饭嘛个嘛，你别谁就要吃嘛哎，不花钱的个，你就嘛搞了吃嘛包了，你别买饭够了，你别你说人家吃嘛包了。我一米的妈妈来吃嘛巴拉来个，人家吃了口，吃嘛那个呢，你挑啥实话吧，没时间呢，吃嘛那个呢，20块，不花钱嘛去吃。那咱们我在见面了，那也是把两么推他，阿妈去点子，见面了也是把店买回来，阿妈去点子，在下面的呀，在见面的呀，他妈呢，没苦怕的嘛，俺们买了什么，一直怕的嘛，俺们买了什么2刀，俺没有破俺了。说人那在带个那个嘛，带个那个嘛，个到后排里我也就他妈做，我让我后排的马上人家但是后排里他妈做，很是怕嘛，叫他们家处理为啥理嘛处理，很是怕嘛，叫俺们光儿子可多人家嘛，他天吃点呢，这叫嘛点呢，很是怕没啥我骗，因为我搁他去，搁他跟你急的嘛，你怎么人着？那这里一做，咱俩俺闹破，俺里怕10分。在一屋子一查点给大家对了么？这是这一那么个，阿里个65年里边，阿里个马子气了么是？阿里个什么女别么是？这就我们家，马我偏马给那个嘛来嘛，这也马对也没有我那怎么不？就他别他妈意思不来别他妈，我马偏马在人家手21了，最那个花钱的话，是的话了我他妈我3年呢我推的忙不是？过来呢阿里边，咱们呢一几我拖边呢阿里嘛，咱们呢200拉呗，500拉他边呢。聊做了呗，聊不了，得我人家别人说咱们我那边做了，做8我边特别嘛，谁也说别不嘛，做咱们那边嘛呀，做8我边拉生嘛是好不？做8你姑做别是那个，你姑做边那边啥生嘛你没怕大爷嘛，你姑嘛做了你搞衣服换不起个的事么是想不是个，怕大爷呢，如你姑他妈做了边个多历史我人家特别了吧？你姑说人家点家里去了吧？一门米了对不对？一门米了吧？没人啊，我花就历史我，历史我想我边赢了不是？从事实上够了不是？我们过来做来几大年做啥么我的？非都俺们他就他最好我们扔两口，个两口，是啊话不？他妈我上面就要结合，那你老子做么事？里那你大娘嘛呗？过来俺们做我啥头完那个，头里点那干不是？他妈头他哪这地方。啥嘛的嘛？你们说我啥听我家说衣服说头错对体质你只啥做一对你，若人家爸爸妈妈来皮，他们也听我衣服的就嘛不是我啥听我？你们人家在女嘛爸爸妈妈嘛代表人家爸爸妈妈在女的我，爸爸妈妈来皮嘛过呗，我啥听我的错嘛了？爸爸妈妈来皮嘛呀20呗，我多边呀20个了呗，10面啥所以别当10面什么家生儿子学啥干不是？爸爸妈妈没得骗嘛，我啥多骗咱们实话不？你们
若天大家生啊，我那没什么只那话拉学没话木工没话就话别，啊啥苦白的话注意呀，啊特别嘛跑我那让你为来点白伢呗，一让你伢台面点马来西亚点华府面点，一妈妈我那里皮里比木可光，啊不好拍电呢，接来了嘛，我保住个这是拍电我嘛啊，我搞我比的叫，我让的嘛台面我木的嘛啥里可说别付嘛送付了，你们说话不？这特别啊，我和苏珊女我妈妈做些。若过他们不吃，若爸爸妈妈过他们不吃的嘛的废话，啊是不都的够了。他们来说我那个家岁的要吧，突然岁下来我们说，听过的话爸爸妈妈的不吃我不搞别人的话，打了那个要空包啊，空包了然后嘛，啊点皮也是，生意方面吐死吐呀是搞吧。我能我这边打了那个讲哎，啊点一人的日头的话你不吃人家的话，谁贪我？谁贪我你方面去？当然，那方嘛，资料看没资料看那边，怎么资料看？我做假设那边1米的资料看了，现在边嘛，什么不是他边我来干的喂，我就会带呀，我怎么什么，他妈跑步来边咋啊？我这米那做啥呀？现在他回去啊，叫带那边他过了嘛，带起嘛不边我那带一个多吃的是吧？那点我家是吧？搞活的。的话也就是那点不别，现在经常进门那的话，怎么样过来的话，搞多还下过了是吧？啊，棉花话实话不，出木头是像你过讲啊，我不都说出木两个没听个的话，人家带还不，是下头你们说历史过了我对你个，如果啥人的嘛，啊爸妈的可没去，我不都你别说的没妈妈那个了，马上就是的没妈妈那个了，我啥头人家爸爸妈妈的凭他们啊？你们说突然点伢是啥？嘛别说嘛光嘛面说嘛咋？说农民们点说那干嘛的面？不到我们啊，只能说阿爸妈的人家是咋的事？咱法律体系嘛咋的事？看嘛该我在那对吗？看嘛该我在哪的呗？嘛这看嘛该嘛木做的，45出门了40几户个呗，那几户个，挂4下他嘛，我们只能该在这个历史45怎么样？挂铁肚片，铁肚片往下，挂3下嘛做3下嘛，给他屋了，出门了屋个，啊是不是10下嘛给他屋你们个？说我知道爸妈来穿呀，俺们嘛不安暖，3kilo嘛停下嘛就10 kilo嘛10次把你嘛不安暖，3 kilo 停下嘛不我40的，3次我爸嘛，一直年龄啊，一直呢10次爸嘛，你们说啊爸妈来陪爸妈他们呀，无啥多陪咱们啊，那衣服是都错腿，贴子你这啥做的原因啊？我多半年爸爸妈妈来陪嘛不都一打嘛你是个人家个错许出你啥？日做没你啥，我个出去出太没别了，我说我和我，啊，我没跑个出去水把妈面做，若不是12月花呗特别也拖拉什么那啥，个出去出呢，我爸爸妈妈的嘛出来就到个出去出呢，我这天咋夏天没皮了嘛大啥话不，没大不了那个事情多啊，若爸爸妈妈不去呢，还没可做，那就他算人啊，若让你有时那爸爸妈妈下点是，若不去我这爸爸妈妈不去嘛，阿里嘛面我。爸爸妈妈不吃面，是不吃面。俺家爸爸妈妈的苦多，俺们苦的话乐啊，喏。就每年呢，天嘛的是人家通汤，天你嘛的话乐啊，肯定。爸爸妈妈不吃，天你嘛的话乐是做啊，可么做嘛？我吃过别啊，你3年的话乐，俺来干嘛了？让我不吃，可么做别我，啥子不吃的做别我。从么的是干哪屋个就屋个，门上。俺我那爸的，今年那几年不吃。我也不去爬的客户个东我们讲，就打了他妈怎么的那边没爬，300块，我和你啥话90话我，也不抢看不到对了，我给他换没屋的，若不去我100年了没上屋没房，没屋了，阿里没事啊，你对他妈你可多真你是那个好屋来好吗？是的话不算你，妈怎么样啊？爸妈那边全部师傅个，我他妈那过年没有做了嘛，他妈那有20个做了嘛没上嘞。他们要做那没能没的话，我干么干啊？没上来我个红，俺实话我他妈我爸爸妈妈骗嘛，若就到电视听你妈咋是苗吧，我就这样那米事情，我那家苗根本也行，啊，电视没听你咋我啊？哎呀，若爸爸妈妈农民买就要送信的嘛，我几个，没只拿我送信，公不送信别你咋我，生意我稍微的过的私下都送信，你咋我，还把3万块你咋我，很快就按你咋的我，啥子根本做我对你啊，也来说。不到我明年我们省啊，听你啥子嘛？我没说信我说，说太明年啥子我，那不到我人啥子没法，你咋我？阿天里走了过来个，若爸爸妈妈若把让人家平常那点你咋，点过来去嘛去，
快发了，干嘛做？明天撇多了嘛做？那开边么样？个啥个了？考那边么样？没接。概念人家就到底啥吃啥子？这年无啥的么事，爸爸妈妈的米丢个嘛，是的话不？那做的嘛，阿克我咋了？阿克无啥的米丢了，无啥条啊？我们不都你那嘛爸妈是话不？无啥条啊？做出来，阿克不么？